回针。我们在1分钟之后，我们准备开赛。再次欢迎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还有我们辛苦的家长、教练、选手们。第6届徐胜明国际少棒锦标赛来到了这一天的赛事，也剩下的最后2场的比赛。首先场上马上要来进行的将是3、4名季殿军之战，来的是东年国小，来出战的是日本东电马少棒队。
今年的第6届徐胜明国际少棒锦标赛季军战，马上要来进行2队球员的选手介绍。好野球，爱野球，无野球就什么老板、什么老高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6届徐胜明国际少棒赛第6年呢徐胜明野球赛。比赛的场地呢，在高雄的美浓啊，高雄的美浓也是呢徐胜明总教练的故乡。已经迈入到第6届的比赛了，而这场季军战呢，将是由日本的东练马联盟的联军对上的是台北市的东元国小。我是徐展元，而在我身旁呢，为您请到的球评呢，一样是徐总的子弟兵啊，拉巴潘中伟，拉巴你好，小高，大家好，我是拉巴。是的，哇，那我们来到了美浓呢，真的一定要介绍一下这个，包括了有白玉萝卜哦，白玉萝卜的这个一些产品呢，包括了有白玉老萝卜哦，还有这个腌萝卜哦，啊，给老配嘞哈，萝卜是真的是最好吃的哈。那另外呢，在这一次的还有美浓农会哦，也特别有推荐给大家呢，包括了有这个粉条、红豆，还有蒙条、黄豆哇，还有这个五条哦，黑豆，这些都是美浓的特产品。其实呢，徐总生前也很希望把故乡美浓行销出去。那徐胜明国际的少棒赛呢，其实呢就是非常的隆重啊，在阿拜这一次呢也有32队，包括日本跟韩国来参加。哦，对，所以不只是在这个点比赛是扩展到整个面所以不只是球赛而已包括教育，还有包括跟地方的结合所以整个行销，还有来到这边跟这个地方观众来看球的这个结合是非常棒的。没有错，现在呢我们客家电视台客委会也是力挺徐总基金会。那现在在现场这场季军战能够打进到了4强所以呢他们呢其实都有获得象征荣耀的徐总的球衣每一个球员都是穿着徐总的85号85号。那只有打到4强赛的队伍，这个才有浅色系是先攻的球队，深色系是先手，是没有错。所以其实呢，在办了这么多年下来这些小球员们的小朋友们呢，都以穿上这件球衣为骄傲为荣耀。先攻的是日本东练马联盟，这些小朋友其实呢，他们是刚刚呢才打完了4强赛而已。哇，今天资格战两边2场都是打击大战不过我觉得各位后卫施请黑很好的事情是这些来自日本的小朋友4强赛他们是输了，所以才打季军战。但是他们脸上都是带着笑容某丢就是没有哭或者是很难过这没有呢，有没有？比赛就是要完全投入那中间获得都是收获。对啊，所以常常我有讲就是季军战的不管是哪一个层级啦，都要先擦干眼泪，因为4强赛输了嘛只能够来争夺季军。但是呢，我们其实希望呢，台湾的少棒的青年就是小朋友们能够这个快乐的打球啦这一点比较重要。像日本的他们球队就是蛮好的。真的，刚刚看出来每个跑出来的小朋友都在笑。对啊，看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输球有时候也是很好的经验
好，现在现场在介绍的是台北市的东元国小的小朋友，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第2棒前面号7号3垒手苏玉吉。第3棒先发捕手前面号2号苏永志。第4棒本场是先发投手前面号5号林宇浩。第5棒2垒手球衣编号1号高君腾。第6棒右外野手球衣编号3号傅君志。第7棒左外野手球衣编号19号黄胜云。第8棒中外野手球衣编号17号林义阳。第9棒游击手球衣编号14号 Number 14许佑瑞。邀请现场球迷朋友热烈欢迎辛苦的北市东元国小总教练赖敏南教练。接下来双方球员紧接为各位介绍本场是辛苦的3位执法裁判老师。Flag umpire 主审崔宏俊 from Korea 来自韩国主审。以及我们的 umpire 李定寿 Young from Korea 来自韩国的雷神。umpire 张明仁 from Korea。现在双方球员及裁判，精彩的赛事马上展开，双方球员相互握手之后，精彩的对战马上开始。好的，各位观众啊，我仰太搞，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徐真明国际少棒赛的季军战。OK， 地方呢，这个地方呢是铁闽农啊，高雄的闽农，也是徐总的故乡。比赛进入到第6届了，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接受到很多热情的企业啊，一些好朋友的一个帮忙跟赞助哦。那特别是呢，已经成为了铁闽农1年1度啊，每一年都是这个等于是美农一个大的盛事啊，在这个徐总的故乡。好的，那在目前呢，在收看网络直播的朋友们呢，不要忘记了，在今天呢，11月20号礼拜2下午的1点30分，则是有冠军战，台东的丰田国小要对上的是桃园的龟山国小的冠军战，也是有现场直播。好，现在现场呢有开球的贵宾。非常感谢呢，捷安达科技的张吉安贵宾代表回球。倒数3秒，3、2、1，请投出。好球真的呢，刚刚也有说到，这个感谢呢各个地方各个热情的好朋友呢的支持。来看一下日本的东烈马联盟的联军，他们在赛前我很喜欢看这种喊声的，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这是机关少棒的比赛，也希望所有小朋友都能够在开心快乐的氛围当中打出一场最精彩的好球，为自己的母校来争取最高荣誉。好的，看完了日本东烈马联盟的加油之后呢，为大家报告呢，今天先锋的日本东烈马联盟的先发打击顺序：第1棒是足利直续吉，2棒是杜布杨翔，3棒是清水太一，4棒是青木阳太郎，5棒织田义，6棒是成田黄亮，7棒是山田龙之介，8棒是井桥俊斗，9棒是保地户健真。
总教练是渡边贡先生以及山田健司教练。台北市东元国小的防守阵势啊，先发投手是林宇浩，搭配的捕手是苏永志，一垒手杨义成，二垒手高君腾，三垒手苏玉琪，游击手是许佑瑞，左外野手黄胜云，中外野手林义阳，右外野手是傅君志。台北市东元国小呢，先发投手是林宇浩。林宇浩这位投手有160公分高，52公斤重，今年是12岁。比赛要開始咯，比賽要開始了。这现场很热闹哦，光是开场就有职棒规格的这种介绍出场啊。哎呀吼！哦，场上打击的是足力直续乙。好球啊，好球！2个好球，没有坏球。我们知道这个徐总是留学韩国混给的吼，那其实跟韩国棒球界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像徐总的亚 Q 说呀，哇，这个球挥棒落空，3球3振。在今天这场季军战，其实在这几天呢，从上个礼拜6开始哦，礼拜6、礼拜天、礼拜1、礼拜2哦，连续4天的比赛呢，韩国的棒球联盟那边呢也多加的支援哦，少棒联盟包括今天的季军战的3位裁判先生都是韩国人。今天的主审是崔洪俊先生，一垒审张明仁先生，然后3垒审是李定寿先生。是占3人制，3人制。哦，这次人让他们在场上可以发挥之外，还可以多点思考。哎，对对对。哦，选到4坏球保送。获得了4坏球的保送，目前1人出1局，1垒有人。接着东面马上场打击第3棒，国民2石米组。轮到第3棒的清水太一。刚总监要做暗号的时候，旁边才挥棒，请他到旁边一点，不然一垒球员看不到。前面是自己队的哦，没有去嘎你呢，自己人。因为比赛很多细节哈，有时候小朋友很专注，这时候教练需要多一点提醒。哇！还可以用行的哦。这个我们说用走的，客家话用行的哦，用走上2垒了，感觉。我少棒了，哦，这个球游击手接到之后传往1垒，刺杀了打击的第3棒清水太一出局，2出局，2垒的跑者上到了3垒喽。顺利攻占上了3垒的垒包，2出局。我刚刚这一球打出来是蛮强劲的哇，这一球可以把它守起来不简单。哦，打击的第4棒啊，青木阳太郎，这个强哦，很强哦。哦，强！前一站的先发投手，左投手。哇！结果出现爆头，但捕手接到球了，3垒的跑者要回去，哇，要再被夹杀。结果哇，还有，再传一次。不表现友善还是把扶一下。本来是个爆头，但是因为其实本垒后面距离很短哦。在1局的上半，日本并没有得到分数。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本马上要来进入到1局的下半场上，目前练头的日本东面马队今天从本场的安排
欢迎回到第6年呢，徐成明啊，野球赛，喺高雄嘅美浓国中棒球场。哇，从这个空拍镜头看过去哦，真的是很舒服哦。棒球场的红土草地，总是让人家心里面呢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来到11月下旬了，还有这么好的天气啊，真的很棒。好，为大家介绍的是台北市东元国小的先发打击顺序，第1棒是杨义成，2棒苏玉琪，3棒苏永志，4棒是林宇浩，5棒是高君腾，6棒是傅君志，7棒是黄胜允，8棒林义阳，9棒是许佑润。好了，在1局的上半呢，日本东烈马联盟联队并没有攻下分数。比赛来到的是1局下半，东元国小，第1棒的杨义成，中外野方向的安打。Q 啊，打高一后打得非常不错哦。我今天日本投手的速度是蛮快的哦。我这几年转播，其实看到很多少棒的小朋友挥棒的动作都蛮扎实的啊。然后第1棒呢上垒了，打击不到第2棒的苏玉琪。竹立直续，这个投手不止速度快，动作也很快。苏玉琪打者个头不高145公分，一垒跑者走喽，这个球打成的是一垒方向，一垒手接到投手去补位，刺杀了打者出局，形成了1出局。一开始战术就下得很快啊，这个打带跑成功。正常攻占上2垒不前，形成1人出局，2垒有人。东明国小接着提前跑了，还好投手的补位够快啊，最后脚踩刚好画到1垒垒包，差1步而已。打击轮到第3棒的苏永志。150公分高，54公斤。不过刚刚那个一垒手，先看这一球喽！哇，这个球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角下面去了。2垒的跑者绕过3垒啊，古磊得分了。东元国小1比0，先取得点啦。待会看一下慢动作，这个挥棒的轨迹很棒。哇，把球整个往平的位置捞起来，打出长打。对呀。哇，这个姿势龟猴坤哦，非常好看哦，就是很像那种强打者，有没有？很顺畅啊。看到。因为现在的挥棒啊，因这几年很大量的转播，还有很多资讯，现在都追求所谓的人体工学，都是想要把球打下来。这也是东元今天的先发投手，这个160公分高啊，身材就是蛮不错的。刚刚问小朋友，今天来的参加的比赛都是6年级的。因为呢，东元国小其实真的是传统强队了那他们有分，他们就是1军、2军，还有3军，人数非常多。哇，那6年级的就是顶尖的了嘞大家也可以这个好好的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真的在未来几年，也可能就是成为国手。很多打得不错，都接下来都会变成国际赛的常客。这个变化球，良好3坏的满球数了。得点圈2垒有跑者，结果出现了4坏球保送。这个球投的比较开吗？还是说没有控好对，在外角比较高的位置。
接着上场打击东元国小第5棒2垒手高君腾。不过他们可能有瞄到下一棒个比较小，有看到有看到。有时候我们这边呢要求教练再比一次暗号，这个很聪明了，高君腾。而且看完暗号之后，摸一下自己的帽檐了，知道这个暗号他接收到了。对啊，这其实也是借我们转播也是跟很多的小朋友说，你真的没有看到的话不要害怕，再问一次。再问一次。就是不要去猜暗号。对，因为有些森林呢会讲啊，有些小朋友会害怕，说哟教练很凶哦。展哥讲的这个，我个人有经验。是哦。石志伟有时候在场上会将计就计就是用猜的。对。但是因为他技术能力很好，所以通常如果先跑还会 safe。但是要从少棒开始养起这种习惯，然后哇，这个球又打穿了游击的防线呐，安打出现了，很打喽。哇，东元国小1局下半的攻势，现在是一出局满垒了。内野防区形成了1局1垒安打，目前现在一出局，东元国小攻占了满垒。苏永志是捕手，所以这个安打穿出去了，3垒知道教练是把它挡在3垒。因为现在也才一出局而已恐怕打击轮到的是第6棒，哇，打第1球，右外野方向的安打，傅君志又1分打点，蛮快的上来好球就积极攻击啊。这一球打得很强劲啊，所以在1垒这一边呢顺势穿出去。日本东练马少棒队目前也先来请求一次的暂停。日本队现在喊暂停了。东元国小的攻击还有跑垒的底子都不错因为今天其实日本东练马的投手速度是蛮快的，超过100公里了。而且要知道那个少棒的投手板跟本垒板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对，不是成棒那个18.44公尺。这个距离有100公里的速度，在成棒的话，一定是超过140的球感。是啊，就是看了那个感觉打击轮到的是第7棒的黄胜宇，北市东元呢是在4强赛以9比13输给了台东丰田。就是这个球传本垒封杀的状态。二垒手杜布杨翔杀了3垒跑回本垒的跑者，形成了2人出局。我依旧是攻占满垒。东元国小接着要来上场。这个 play 在2垒传回本垒的时候看起来很正常，但是捕手做了一个动作，保地护见真，他做了一个假传1垒。所以在他后面的这个细节上也处理得很好。打球轮到的是第8棒林义阳。这个投手犯规啊！结果抓了投手犯规一个 bug。对，看是不是2垒审？2垒审。他说是从他的动作上解读的话是2个动作。被放送了东元国小1分。一开始是放在大概靠近肚脐这边，然后他再拿起来到胸口，又停了一下。对，所以2垒审是认定有2次对，所以第1次就要把它 setting 好。对。然后看完暗号就要把你的准备动作做好。所以3垒的跑者免费回来得分，垒上的跑者都往前推进一个垒包。现在是2出局，2、3垒有人，东元已经4比0了。3比0，抱歉，3比0。但是呢，投手是连投了3个坏球。今天的3位裁判都是韩国籍的裁判。3坏球之后，来个好球，来了一颗好球。所以心情先把它稳定下来再把好球投进来。
我只能说韩国的裁判比较太严格了吧，因为少棒有时候啦，台湾的裁判会先警告哦，先教他，会有一次，对，会有一次机会，会有丑一的机会哦。那他很严格，第一次就抓，而且是3垒有人呢，抓一下就是送1分呢。对啊，台湾的裁判有时候会先警告，然后告诉你哪里做错了哦。这也是体验各国不一样的一个棒球文化。哎呀，对的，是啦。因为有时候你到国际赛，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空间哦。结果呢，打击的林义阳遭到了3振，不过在1局的下半，东元国小是攻下了3分，目前3比0领先。赛事在1局打完，东元国小暂时取得了3比0的领先。昆斗的阿给呢，看到了这个呢，哇，也是在今年后，美浓这边的一个艺术，特别是呢，用这个稻草呢，把它做成像是格列佛游记啊，上半日本东电马率先要来上场打击，小人国对对。哦，也欢迎大家分享大家来美浓了，来美浓玩。其实每年到11月中啊，就可以安排大概有4到1个礼拜的时间了，可以好好来到美浓，甚至高雄、屏东地区啊。对，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比赛这场季军战来到的是2局的上半。尤其就是怕冷的话，这个时间来这边就对了。现场还有大太阳啊。对，刚刚看到的是今年的美浓秋冬乐活嘉年华的一个活动，今年的主题就是童话风，吹到美浓啊，稻是稻草的稻哦。刚刚有看到了这个用稻草打造出来的童话故事的场景，那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啊，还有刚刚看到那个《格列佛游记》小人国，它就在那个铁奈西呢，在哪里呢？就在美浓湖的旁边美浓一个估计中正湖了那个美浓湖畔就可以看得到。好，现在2局的上半，日本东烈马联盟是3分落后。这个球使得第4棒的青木阳太郎挥棒落空，遭到了3振。到本垒板这边的时候有一些变化第1局关键人物就是捕手。苏永志在1局上半的时候，其实球有一个爆头，但是反应很快，所以那个夹杀是第3个出局。那下半的时候，他要打一支2垒安打，把整个攻势再继续往前有得分，那也有打点，是第1局关键人物。打球轮到的是第5棒的织田义。奶奶的球速我们的投手球速嘛黑个脚也是很快刚刚103呢。对，动作也不好抓。这样投球的话，他的屁股要很有力量因为他的腿抬高的时间抬很久。
哦，也是个4个球保送了。这个投手林宇浩第一局也一样，先投3振，再投保送，跟 Q 庸哎都一样，有 Q 庸就是一样，怎么会？打击轮到的是第6棒的陈田黄亮。捕手还是看一下教练那边哦。看有没有什么指示，因为现在垒上有人，前面因为有盗垒哈。哦，对对对。哦，看有没有一些战术。哇，结果球漏掉。然后就今年不过靠着补役。一垒上的跑者殴打顺利攻占上了2垒垒包，形成1出局2垒有人。啊，记补役哦。可能有碰到手套哦，所以弹的位置比较远。我这次比赛其实日本队在场上，我跑垒的速度都发挥得很好。所以今天赛前问一下东云国小，他们对日本的了解就是我在场上很多速度战。哎呦，这个东元的还牵制2垒跑者呢。小朋友要做这样战术的连结不简单啊。因为你要看到游击手进去的时间，转身还要传准。哇，U 平呢？右边的一个平飞球，结果右外手没有接到，2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了。日本东列马联盟也打破鸭蛋，1比3，剩下2分落后。不好接啊，因为右打者打到右外野这一边啊，球会往下掉啊，所以刚刚这个华杰接到的话，可能就是5星级的 nice play 啊。哎呀，哇，差一点点。对，打到手套上了。但是动作已经做得蛮扎实了，就差大概半颗球而已。哦呦，这个球偷点。哇，牺牲触及形成了进入上世纪牺牲短打那有点像是偷点呐。因为棒子很晚才比出来林玉浩这个处理就很快。12号压洗。打球轮到第8棒的井桥俊斗啊，先大吼一声。我东元的先发投手林宇浩先给他一颗100公里的快速球。打击之前的喊声啊，从我还是国小的时候看到日本队常常会有这样的动作，振奋自己。快抬嗓哦！哎呦，这个球捕手有点想说你也跑啊，因为他没有第一时间很快的去捡，有没有？就是留一点空间，看看3垒的动向。3垒会不会被骗到？某被骗到没有被骗到就是往本垒跑。这个球啊，穿越。2出局之后打出单打，打回的打点是最珍贵的喽。日本东列马联盟马上追回了2分了。那这一位1分，东列马目前2比3，这是1分的落后。接着上传，日本东列马第9棒 ，Very nice。你们去2号，投手。今天2队早上的比赛打击都发挥得很好。对对对。轮到的是第9棒了。捕手保地户健真，保地户，这个日本的这个姓也比较罕见呢，他姓保地户可能这个家里风水不错了嘛。对，那个来到贵宝地也有风水不错。对啊，早上4强赛啊。虽然他们在4强赛都输但是东元是9比13呢其实因为
季军战之前呢是有比时间呢，就是有比时间限制的，是100分钟哦为限。他们只打了2局多而已，2局半了，时间又到了，因为9比13哦。那至于日本东炼马呢，则是打到4局上哦。那最后是6比9，因为时间到了，6比9输给了桃园龟山。都蛮会打的。所以给他们多一点时间了，应该可以得更多分了。对。哇哦，右外野应该说是2垒方向的平飞球，遭到了接杀，形成了3出局。2局的上半，东炼马联盟是攻下了2分，目前2比3，1分落后。欢迎回到第6届徐生明国际少棒赛季军战的现场。大家比赛哦，这个比赛啊，铁米努哦，几度的上情哦，非常的喜欢呢这个比赛啊。那当然呢是在很多热心朋友的大力帮忙之下，这个比赛呢才可以进入到第6年了，第6年。哦，每年都看到师母4处的奔走。比赛2局的下半呢，东源国小的进攻3比2，1分领先。这个半局是从第9棒的许佑瑞开始打。所以东源在1局下半已经打了1到8棒，攻下了3分。在第1局2出局之后，其实也都有攻势进来啊。游击手一个弹跳接到，稳稳的传1垒，刺杀出局，形成了1出局。是1人出局。1出局，2局下半，东源国小的进攻轮回开出先锋。这届的比赛呢是在2013年哦，就是徐总过世的那一年哦。徐总是那年的年底哦，就举办了第1届的比赛了哦。在2013年，徐总是8月过世的哦。那其实第1届的比赛啊，台北东源就有闯进到4强，那一届呢，他们是拿到了第4名。但接下来的过去4年的比赛，北市东源都没有再闯进到前4强啊。反而是呢，在今天呢，金不宁就是客家话的今天呢，今天呢稍晚要进行的冠军赛，哇，这个台东丰田。桃园龟山，则是在过去的5届嘛，今年是第6届嘛。龟山拿过2次冠军，包括去年。丰田拿过1次冠军，是前年。都是传统的强队。对啊，所以在金不宁哦，下午1点半的冠军赛，真的看是龟山要拿到第3座，在徐总少棒赛的冠军呢，还是丰田要追平龟山拿到2座？哎呦，这个1垒这边看 safe， 这个传球的位置太高了，所以第一时间跳起来接啊，脚再往下踩，时间就慢了1拍，要不然时间是完全来得及啊。传得高了一点。7号苏玉琪。
记录上世纪三垒手的传球失误。所以就来不惨的吼，这个客家话来不及叫来不惨，吼，来得及叫来惨，来不及就来不惨。不过球评拉把潘宗伟也是一垒手啦，那个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先接到球啦。对，不然你没接到的话，可能跑者会上到2垒。对呀，再怎么样先接到球再说哦。接球为主。哦，又是第一棒上垒哦，OK， 走一个脚跑了，捕手又刚好没接到这个球。哇，真是好球哎！好球啊！捕手没接到这个好球哎，这个记录上一垒的跑者杨玉成先起跑，所以是记盗垒成功。受到影响啊，嗯，想要赶快拿球拿起来往2垒传，但是没有接好。哦。游击手接到之后传1垒，刺杀了第2棒的苏玉琪，2出局。对角长传，形成了2出局。打球轮到是第3棒哦，上一次打很好的那个捕手哦，苏永志。苏永志上一次打了2垒安打。哦，第一个球哇，到105公里啊！哦，苏永志准备动作很有气势啊。内角，他上一次也是一个内角硬撇到走偏了，左外野的安打。这没打，可能打到自己身体喽。哦，这挥棒好豪迈。对啊。不知道偶像是不是蓝米哥林红玉？是哦。哇，这个出现一个爆头2垒跑者上3垒。我这边要赶快讲一下，我曾经问过裁判，因为也是有球迷问我，我真的也不知道，就是不死3振，我们一般不死3振都打者挥空嘛，捕手没接到嘛，那有没有是没挥棒，但是没接到的不死3振？答案是有的。哇，结果又爆传，3垒手又失误了，3垒的跑者回来得分。他的这一个长传的失误，打击的苏永志也上到2垒。哇，这个萨斗哦，这个半局2次失误，这1分是非自责分。所以比较关键就是这个传球，第4棒，哇，还是太高了。很认真。对呀。好的，柯林锦哦，非常的认真哦。打球轮到第4棒的林宇浩。捕手稍微漏一下，没有。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不死3振规则上面，棒球规则上面，只要第3颗球通过好球带，好球，不管打者有没有出棒啊，捕手没接到，都可以构成不死3振。哎呦，打到靠近肩膀的位置吧。丢你呢呀，丢到人了。哦，鬼通啊，鬼通啊，很痛哦。他是东元的投手啊，今天的先发投手。哦，有脱帽啊，致意一下哦，打到出生球打到左边的肩膀。东尼马日本教练第一时间也出来关心啊，这是一个曲球。曲球还好。靠近身体，想要蹲低，刚好它变化往下掉哈。现在是2出局1、2垒有人哦。打球轮到第5棒的高君腾，上一次打击是左外野方向的安打。4比2，东元国小领先。没有啦。然后我上次问那个裁判，裁判说怎么有可能通过好球带
捕手没接到，我刚刚就看到了，我真是第一次第一次看到，真的通过好球带捕手没接到的球，就是前面发生的那个状况，一直没有机会完整讲完。好球没有挥棒，但是他通过好球带。对，可是捕手没接到，没有接好。对，没有接好。三垒手，这一次不传一垒了。好了，三垒手这个半局2次的爆传一垒，这次决定不传了哈，踩3垒垒包完成了封杀。不过2局的下半，东元又得到了1分，目前是4比2，2分领先。目前2局打完。接下来到了3局的上半，日本东练马少棒队的进攻。70名国际少棒队表示，今年已经第6年咧，系咩非常嘅冇容易呢？韩国呢挑战看到是系呢个日本队，韩国呢个台北东南国小嘅比赛，今年非常嘅紧张哦。韩国我唔记得咧，呢今年嘅位所系啲哪位呢？我们超是呢个美浓国中哦，所以呢今年 T 片绕墙斗地主队，我们地主的美浓国小的教练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欢迎教练。教练，我们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台嘎后啊，我是美浓国小棒球队的柯教练。柯教练你好，我们看教练就知道我们原住民的血统，对不对？可是特别学了一句客家话，台嘎后。还有教练，我们其实知道你对棒球的投入非常的有热情，还传承给我们的小朋友。那其实美浓国小这次虽然没有顺利的晋级到我们的冠军赛，不过他们还是有特地留下来观赛，是为什么呢？他们要特地来观赛，是主要是吸取其他球队它好的部分，让我们的球员能够更长进，让他们能够技术面更好。对，其实我们在每一次的比赛，不仅是其实观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回去其实也要不停的精进，对不对？当然是要透过观赛或是训练当中，让他们能够说所看到的彼此分享，让自己的球技面能够更上进。对，其实不仅是这样子运动员的方式，其实教练也非常要求他们的品格。像我们昨天其实也看到，你也要求小朋友要维护环境。那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少棒赛，也是由美浓国中跟美浓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这样子。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同时要求品格这样子的部分呢？是因为他们就是学生学龄的阶段，必须要透过这些各种的教义来教他们。那维护球场就是基本的一个方式，所以要捡拾球场的一些垃圾。往往都是我的习惯是在比完赛之后，让他们去维护这个球场，下一次有使用者或是自己使用能够更方便。谢谢教练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明年美浓国小，还有后年美浓国小，我们也比进我们的冠军赛，好不好？好，家家老你来4件9分给你来展演个韩国喇叭歌。刚虾非常的感谢我们场边的美女记者丽蓉，帮我们访问了美浓国小的柯教练。其实美浓国小在今年也打进到了16强了因为他们其实这次32队还有分组然后呢很多个场地呢同时比分组是打循环赛，让大家可以有比较多的这个比赛的机会。那美浓国小呢在这个预赛也脱颖而出了，也打到了16强赛。不过就是在16强赛的16强就是单败淘汰的比赛了第一场呢输给了7比15，输给高雄的中正国小。
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的这场季军战呢，进入到的是3局的上半呢。日本东练马联盟的联军的进攻，刚刚第一棒的足力是打成了3垒方向的滚地球，遭到了刺杀。那目前呢，日本是2比4，2分落后给台北东元。打击区上的是第2棒的杜部阳翔。东元国小今天打击，另外更好的地方当然就是他们守备，包括捕手，那2垒有几手都有一些不好处理的球，有办法把球接好。现在分数可以稍微把它锁紧。哎呀，没呀，你看这个。又是3垒手，2队的3垒手，我真要，这个正要赞许我们这个东元的3垒手，结果这个球就漏掉，因为前一颗处理也不错。哎呀3垒方向的滚地球形成了一个内野安打。进入组给内野安打哟。可以了，欢迎哈。哇，其实3垒手，是很强了哈。要抢前面这个。弹起来的瞬间啊，这个弹跳，但是整个守备观念是对的，如果你在后面等待的话，不好接，另外接到球要传1垒，可能也来不及。总得等，不可以等哦，总得就是不可以，总得。所以这个习惯养好啊，对于未来是很有帮助。哎呀。因为本来想要说，你看看前一个半局他们的3垒手，单局2次失误哦。那东元的3垒手苏玉琪哦，这个半局一开始那个对角传1垒就很稳定哦。那个第2球说正要来看的时候，球又打到他那边去。我记录老师是记了一支安打，给了一支安打。轮到的是第3棒的清水太一。但是刚这一球漏掉回去，我觉得教练不需要纠正或者是改进，刚刚这个观念是对的。一垒跑者跑了，真的是发挥了速度战呢，可以讲哦，跑得非常的快哦。今天这个杜部阳翔第2次盗垒成功了，他在第1次打击1局上半。获得保送上垒之后，也是盗垒成功。所以球评拉巴潘宗伟也特别强调了哈，因为这个就是怕少棒的教练，但权威很重啊哈。这个可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就是说必须要告诉球员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你教他任何的动作，教他任何在观念方面怎么处理球，最好现在要告诉小朋友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对，因为我们需要最终的目的是小朋友进步，所以很多时候可以问小朋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啊？嘿呀，想到右外野方向的右外野手，东元国小右外野手的傅君志。在前面他有扑下去没接到嘛？这个球的后退判断归准哦，很准哦，很精准哦。其实小朋友这种斜后方的球是最难处理、最不好接的啊。对。2出局，3垒有跑者，刚刚2垒的跑者跑到了3垒。轮到第4棒的青木阳太郎。这个是他们阵中的王牌投手了。那其实呢，日本东南亚联盟在16强赛的时候，就是派出青木。这个球是3垒上空的飞球，遭到了接杀了。3局的上半，日本东南亚联盟留下的3垒的残垒没有得分了，目前是2比4，2分落后。
分领先的东元国甲将赛事。欢迎回到第6届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的现场，这场季军战，耶米努啊，徐总的故乡高雄美浓国中棒球场来进行第6年呢，已经迈入到第6年了。那这场季军战。 现在进入到的是3局下半，由台北市东元国小少棒队的进攻4比2，2分领先，来自于日本的东练马联盟联队。哦，这个前个半局啊，守备相当不错的第6棒啊，右外野手啊傅君志，结果上来打第一颗球，一垒方向的。 反弹球遭到了刺杀，一出局。傅君志2次上来都打第一球，也都打到一垒哈。上一次是敲出安打，哦，也是打第一球。也打第一球。哦，黄胜宇遭到了刺杀。 好了，棒球场上呢不成文的规定呢，就是前2个打者都打第一球都出局的话，下一棒的打者第一球再怎么填哦，都不能够打了。再看一颗。哎，对，这是不成文的规定。那其实理由也没什么，就是不要让这个投手那么好，3球就结束一个半局哦。那所以投手就是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啊，就中间给他塞过去啊。 哎呦，这第2球他还是打了，但这个球很强劲啊，打穿了游击防线呐、啊。第8棒的林义阳，我打得很强哦，比较靠近身体的强力的拉打，不好接啊，已经把眼睛放得很低了，就是要看这个弹起来的速度。轮到第9棒的。 许佑瑞，哦，足力直序移的动作真的很快。所谓的动作快，就是不让一垒的跑者有充分的时间来起跑。哦，真的跑了，但是捕手认为时间来不及了，也没有传。这场比赛，北市东元国小第2次盗垒成功了。应该会给教练哦，应该是这个教练呢，觉得盗垒成功率很高啦。哦，很高很高。因为捕手的背力也没有那么好，因为小朋友的关系啊。而且他要是蹲着又要起身又要传准。 我这个难度很高啊！东元的赖敏南总教练，不然一般第9棒在打比较不会盗垒啦。又到，因为捕手在传球上啊，他的想法稍微保守一点，所以这时候再跑，特别又是2出局了吼，就是说第9棒在打，对，一般成棒比较少了吼，对，就是，尤其如果2出局之后出局在3垒，这会很可惜哈。对呀。所以成功率真的像展哥说的是很高的。哇，速度已经到104公里。一开始投的比较开一点。球速又满。良好3坏哦。这个球打成了一垒上空非常高的一个高飞球，遭到了接杀了。3局下半，东元国小没有再添分数，还是维持4比2，2分领先。
哦，画面上看到就是连米农啊，非常漂亮的以前叫中正湖哦，现在美浓湖哦。哇，透过这个空白镜头，我们更可以看到美浓，风光明媚的一个地方。的前半轮由日本东电马少棒队的进攻。然后这个季军战，东元前2局都有分数进账。第3局没有喽，现在来到了4局的上半，少棒只打6局。2分差，这个差距非常小哈。场上打击的是第5棒的织田义，上一次打击获得了4坏球保送。织田义。可能他爸妈希望他踢足球啊，足球小将，对，太空翼，可是他应该会踢香蕉球。这个球有几手接到传一垒，把它给刺杀，形成一出局。原地手接球，行云流水般的传球传向一垒，形成了一个出局。其实在日本哦，这个上场日本东电马第6棒。棒球在，特别是他们有这个职业足球，然后他们又办了那个世足赛之后，小朋友他们就日本的小朋友了，他们想到未来的志愿呢，职棒球员已经被足球员给超越了。3垒手方向的滚地球，苏玉琪刺杀了打击的第6棒的陈田黄亮。2人出局，东联马接着上场今天要处理的球不少。中外野手准备号4号Yamada。打球轮到第7棒的山田龙之介，而且因为日本也有一些这个到欧洲去踢球的足球明星呐，有机会3上3下哦。出现了真正的3上3下，4局上半，日本东联马联盟没有得分，目前2比4，2分落后。Is there any one of us who doesn't still know the place where we first learned to play the game? First was a tree, second was the swings, and third was the fence where we played. Every batter was the catcher, pitcher's handing you out, and the only kid that hit it past the sand was a boy named Buddy who lived across the street. The little league coach was his old man. 赛事要来进入到4局的下半轮，由台北市东元国小少棒队的进攻。4局下半，分享古热油。在4局下半的进攻。这边呢，再给大家介绍一次，就在美浓湖畔，这一次的美浓啊，乐活嘉年华，特别是用稻草，有很多有童话故事，结合起来的一个造型的艺术，欢迎大家呢来美浓撩，来美浓玩。比赛来到4局的下半了，东元国小的进攻4比2，2分领先。这个半局是从第1棒
梁奕晨开始打。少棒教练真的很辛苦，有没有？这个球高起来打的也蛮高的，中外野方向的飞球遭到接杀，形成了一出局。防2步之后接杀，1人出局。因为这个少棒的教练，一人出局。要一直讲哦，包括刚刚每一个动作他都说，哎，这个准备动作快一点哦，我们有听到。对，包括一开始准备的节奏，还要注意，包括投手投球的位置哦，太高或者是稍微投变化球的时候手开掉。我倒是蛮建议像展哥讲的。我未来在教导的过程，比赛中当然有比赛的节奏。练习的时候，你可以多问选手，为什么想要这样做？搞不好他有很多更好的想法。是。所以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问选手说，为什么量好球之后你想要这样打？我搞不好他的知识来源是有一个更好的方向。这也是属于他自己很宝贵的东西。是。因为他讲出来好的结果，搞不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嘿呀，所以特别就是基层的教练，不要一昧的就是禁止哦，就是只有高压式的教育，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要问那么多什么的哦。而且最好的一点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多提问题。你想到什么想要讨论，2人出局。那最好是多去考教练。那教练一开始可能不一定有很好的答案，但是他也会因为这样的方向，他多去吸收。来帮球员解答。整场打击的是第4棒的林于浩。第4局投手现在表现都蛮稳定的。上个半局3上3下，这个半局也很快拿到2出局啊。不过他现在丢了3个坏球。对。看到第4棒果然就是，丢一个外角的变化球。我今天林于浩没有球打。保送出生球。对。看到这个身材啊，安沟胎哦，这么高大哦，3垒手，还来得及，罗一灿，来得及，罗一灿刺杀了林于浩，这也是一个3上3下的半局，4局下半东元没有得分，4局打完了4比2，东元2分领先。曾经第3名接彩的红牌之神，大家来到了第5局。兄弟们，就大家好，歡迎大家進到你每個活動少放世界現場哦。其實你見到呢就咧看到安定大家。
赛比赛，通勤爱感谢因为中华民国70名亚球发展协会嘅天授韩国推广，所以因为今日咪特别绕场度记到嘅秘书长来到因为节目地图好好来访问记到了，欢迎你嘅秘书长。秘书长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好不好？大家好。秘书长，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非常知名球星张泰山的老婆，对不对？是。对，其实秘书长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参与我们协会的运作，第一次投入秘书长这个职务。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泰山哥他是非常致力于推广10年的少棒的一个比赛。那自己是深受什么样子的感动才会来参与呢？因为徐老师他一直是泰山的恩师，那他的这个10年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6年。那我们看到师母她过去一直很辛苦。那今年刚好是他上任第1届的理事长。那我想说，他真的很需要有人再来协助他，所以就是说今年就是我们就来带了一些志工来帮忙他，这样子减轻他一些工作的负担，不然他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对，其实我们一直都看到师母，不管是去募款什么，真的都是亲力亲为，而且这些志工加入，其实就连秘书长本人都是以志工的形式去投入的。那协会希望未来的发展跟展望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协会，我希望它可以走得更长远、更健全。那所以说到现在，协会还没有一间办公室，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可以帮助师母，让这协会的运作越来越稳定，然后可以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办公室，然后呢可以再推广我们的赢在起跑点跟偏乡医疗很多，然后再去帮助这些基层的小朋友。对，其实就是借由有一个稳定的据点，继续去推广棒球这件事情。那这次秘书长其实虽然是第2次来观我们这个少棒赛，那自己有没有感觉非常的感动？有啊，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些小朋友都教得非常好。所以昨天看到小朋友直接去跟徐总的，哇，太催泪了。真的，其实少棒赛带给我们的就是非常多的感动与泪水，还有热血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回到我们比赛的现场，我们把现场还给我们的展烟狗、憨狗，我们的喇叭狗。好，刚下非常谢谢呢，场边的美女记者丽蓉采访了徐生明啊棒球协会哦这个秘书长静怡。泰山的太太哦，静怡。好，现在呢，比赛这场季军战呢，来到的是5局的上半哦。日本东练马联盟2比42分落后，现在已经是1出局了。刚刚是第8棒的景桥打成中外野的飞球被接杀，现在轮到第9棒的捕手啊保地户。这一次3振，最后站着看3振啊，没有出棒。这场比赛东源国小的先发投手林宇浩第3次，第3次的3振。第3边呢，第3次的3振啊。连续解决7个打者哦。从3局上半的第3棒开始哦。到现在第9棒，刚刚第9棒，抬腿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刚好日本队的打者有些也会有一些高抬腿的准备动作，所以不好掌握出棒的时间点。现在轮到的是第3轮的第1棒啊，足力，哇，给 Q， 可以演哦，界内，而且是在界内落地弹出了全垒打墙之后啊，场地规则的2垒安打。Thank you， 打过一眼哦，这个球打得很远呢。一个弹跳弹出去，或者挥棒动作是非常漂亮。球开始往下掉，但是出棒的时间完全抓到啊。哇！哦，就在7上7下之后，出现了一支长打。轮到的是第2棒的杜部杨翔。这一颗球呢，则是打成了游击上攻的飞球，遭到了接杀，形成了3出局。5局上半，日本东练马没有得分，2比4 2分落后。
欢迎回到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这场季军战，来到了是5局的下半，台北市东元国小的进攻。那日本东练马联盟是换投手了，但这边呢也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哦，打到4强的队伍才可以获得。 现在他们身上穿的这一件哦，徐总背号85号啊，85号的纪念的球衣，这个是真的在徐总少棒赛里面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每个人都是穿85号啦，所以在换人的部分也要跟技术组这边呢再进一步的确认哦。但下次建议他们球裤上面有背号好了。哦，对，比较好认。对，比较可以对照名单。好，现在5局下半了，场上打击的是东元的第5棒啊，高君腾。投手看起来应该是第4棒的青木阳太郎。嗯哼，左投手，速度蛮快。他们的王牌。前面有提到过16强赛啊，他们就是派青木阳太郎对决新北市的汐止国小哦，也是强队，结果是2比0跟人家玩疯。哦，2比0。对啊，这可以让他们得0分那样子。虽然他们自己也只得2分呢。投手战，这个漂亮的挥击，左外野的飞球遭到了接杀，形成了一出局。形成了1人出局，在5局下半，东元国小率先进攻的。那这边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在这一届的比赛，冠军队伍可以获得，但是冠军锦旗之外，还有相当于3万块钱新台币啊的棒球球具哦，那么。不给现金的啦，就是等值的球具哦，希望给这些少棒球队呢更多的这种帮助，然后球具最实质的。他们这个教练可以开他们想要哪些球具哦，不然你缺球棒，我给你一堆球也没有用，对不对哦？然后呢，第2名呢可以获得就是2万块钱等值的球具，第3名是1万哦，所以这场季军战呢获胜的队伍就可以获得相当于1万块钱等值的球具，然后第4名这场输的呢也有5000块钱哦。然后这边呢是。哦，现在我们得到了刚刚的日本的先发投手足利，先发投手是游击，得到了速坏球的保送或者速坏球的保送。1人出局，1垒有人。然后中外野手到右外野手山田到右外野。哎呦，一垒跑者马上跑了。哦，因为投手他并不是站立所谓垒上有人这种站姿啊。哇，等于一开始他的准备也是做这个把垒上没人的一个动作做出来，所以一垒跑者也很机警啊。
反应很快啊，也就是他还是采用挥背式的投球哦。他不是用固定式的投球，他忘记一垒有人了。现在换过来。对啊，这个对少棒的小朋友有时候会一下忘记了哈。虽然他是左投手，左投手说看管一垒跑者比较方便嘛，可是他还是用挥背式的。挥背式就没办法做所谓的这个牵制。对对对，中间你不能够再停下来了，到三垒。熬斗精彩的主抓成功让到三垒的跑者。没有，东元的教练说要看电视辅助，没有了，没有。对，东元三垒教练说，总教练说要看。这个快 C 哈，快 C 就客家话的，不好意思哦，快 C 啊，没有得看。不能够用电视重播辅助挑战呢。哇，打一个超远的。不会是2出局之后，第7棒的黄胜宇打出了中右外野方向的2垒安打。刚刚日本东练马有一个主杀啊，就直接少了1分啊。是。17号林义阳，哇，左打者啊，打左投手这一球打得很棒啊。因为呢，现在少棒是只打6局的哦，现在是5局下半呢。所以也等于就是日本东练马联盟联队只剩下等一下6局上半最后半局的进攻机会了。目前是差2分，落后2分。所以东元国小想办法把他们的所谓的保险分啊，希望可以再追加。等一下6局的上半，日本东练马轮到3、4、5棒哦，中心棒次，中心棒次哦。所以其实还是希望无穷。北市东元在徐生明少棒赛过往最好就是在第1届2013年是第4名，他们那一次呢在季军战是输给了桃园龟山。那一届的比赛也是地主美浓国小，名次最好的是第2名，冠军赛输给了高雄市的鼓山国小。这个球中外野方向的飞球遭到了接杀，留下了2垒的残垒。5局下半，东元没有得分，还是维持4比2，2分领先。反攻机会，2分的差距。比赛要进入到的是6局的上半呢，这场季军战呢也是日本东练马联队最后半局的进攻机会喽，2比4，2分落后给北市东元国小。6局下半，日本东练马最后的反击机会能不能？那也要提醒呢各位观众，等一下后下午的1点30分，1点30分。也会进入到冠军赛啦，龟山国小对上丰田国小冠军战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哦。
哈嘎电视台哦，客家电视台，还包括了博斯运动台，还有在网络上面的直播。好了，6局的上半，日本东烈马联盟是从第3棒的清水太一开始打，前2次打击并没有安打。配有素啊，投手还是东元的先发投手林宇浩，前面投了68球。来到3局之后也越投越稳。就是过去9个人次，他只有让1个上来。前一个半局让第1棒的足力啊打出2垒安打，前面还曾经7上7下。但现在也只有2分的差距而已啊。哇，差棒差一点，差棒没有被补，不然就3振了。轨迹稍微被球棒碰到啊，改变了。这个球偏高，跑到2好球2坏球了。我这次的比赛32队啊，当然除了日本哦，因为其实去年也有日本呐，还有韩国都有派队来。那今年日本的这支队伍，东烈马联盟的联队打到了4强。那今年韩国的仁川东木国小少棒队呢，则是在16强单败淘汰，他们就遇到了龟山。龟山真的每年啊战力都很平均之外，也都可以把战绩啊打得很好。因为过去2届韩国来的少棒队都打到冠军赛。对，不过我们还是台湾的队伍都把冠军杯留下来了，都赢了韩国。这次让韩国队伍是直接16强，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这个单败淘汰就踢到铁板，遇到大魔王。因为单败淘汰，如果赢的话，可能也一路可以挺进到这里哦。嘿呀，说的没错。过去2年，2016年呢，冠军队就是台东的丰田对上首尔韩国的水鱼国小就冠军赛2队交手，丰田拿了冠军。去年的冠军赛是龟山对上丽水溪国小，就是龟山打败了韩国丽水溪拿到冠军，都把冠军留下来。这个时候出现了4坏球保送。接着上场打击第4棒，林宇浩这场比赛投出来的第3次的4坏球保送哦。那现在是轮到第4棒对，也因为前面用球数也比较多，这个半局上来坏球数也偏高啊，形成保送。2分的差距，当然就是好好看管所谓的打者会比较好一点。场上打击的第4棒啊，青木阳太郎。虽然前2次没有安打，还被3振1次哦。我觉得他在本届的比赛，挥棒是很有力量。哎呀，投球有速度，挥棒有力量。少数东烈马球员里面比较没有笑的，是完全投入啊！投球的时候也是。要到嘞！哎呀，这个，再传3垒。所以整个 play 就一个重点了，第一时间就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捕手就可以不用传了，避免后面的失误。那刚刚的中外也一样，时间上来不及，也要避免传球。如果是1分差的话，这就很恐怖哦。没错。但现在先不管3垒那个人还是跟球评潘宗维教练讲的一样，就是2分差，专心面对打者。想办法拿所谓的出局数，把专注力放在对决上面。各位观众也不用太着急，什么意思呢？哪个意思呢？就是其实呢，当然徐总少棒赛投手都有隔场限制啦。大家不要看到哎呀用球数怎么样的其实真的徐总自己投手出身的。当然我们办纪念徐总的
棒球赛这个投手的照顾一定是会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有一些规定之外，投手下场之后，防护员也在旁边啊。对，会立即给一些恢复。那跑者的部分也禁止头部的滑垒啊。哎，对，没错。就是不希望头部的滑垒造成一些身体上的伤害。3 ball, 2 strike。结果这个球满球数被拉掉了。三振掉了强棒第4棒的阿吉，形成1人出局，不过3垒依旧有人。这个出局就蛮关键的。第5棒。外角。左外野手殴打。是有比较外面。捕手也做到他觉得该帮投手做的部分了。有，今天日本已经有过那个捕手没接到，3垒的跑者跑出来，渡边洋抢，结果被抓到。其实因为本垒板到后面的距离很近呐，那个球只要没有乱弹，直接弹的话，捕手很快就接到了，不是像一般的爆头，3垒的都可以回来得分的。每个场地状态都不一样，但是哨棒都是很短的啊。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哈，讲一下哈，嘿，主审裁判嘿韩国人，好，崔红俊先生，今天呢季军战的3位裁判先前都是韩国来的哦，就是刚刚那颗外角被拉掉，但这个4坏球保送又出现了，东元国小要喊暂停保，4坏球，有了喊暂停了，因为先发投手林宇浩，哎呀，现在用球数刚好是徐总的背号，85球了。这半局都还没有让打者打出去哦，2次保送1个3振。那这个状况有2种可能，一个是用球数比较多，那一个就是投手因为有胜负的压力，稍微会紧张一点。是。棒球是团队运动，所以这时候要相信后面的守备员。你结束，日本东面马接着要来上场第6棒。3垒手成田。哇，那个美浓国中的棒球场后方啊，刚刚透过空拍机就可以看到，有一条河坝，我们讲河坝就是一条河啦，河坝，河川一个小溪啦。看到一个河坝，还有一条小溪。哎呦，这个出局，这个盗垒是因为他是追平分呐。对。他想要上得点圈了，但这个也没得电视挑战了。但是很重要就是这时候有做一个战术是一个吊球。不过3垒依旧有跑者。跑者如果直接用脚去触碰垒包的话，比较有机会，但是他是用手。如果是直线进去了，脚应该就直接会先上到垒包了。所以如果要争取时间的话，还是要跑直线。是。因为球没有传歪啊。当然，这个刚刚球评拉爸也有特别讲到了，就是徐总超棒赛是不能够用头部滑垒的。所以他虽然到2垒不能够用所谓的鱼跃式的头部滑垒这样子不行哦。又保送。又是4球的保送。1-3垒有人。用球数当然是比较多啊，所以比较疲劳的情况啊。这不是投手的控制力的问题了，因为体力消耗比较多啊。那这次的
现在打击轮到的是第7棒比较小个头的山田龙之介。这次的比赛每一年都有规定投手隔场限制最多一场只能够投6局就算进入到突破僵局制，也不能够继续投。然后呢，投球局数在2局以内，包含2局就不受隔场，而是隔场对，隔场限制。那投球只要超过到第3局，就要受到隔场限制了。那投手投2局的话，下一场只能够再投4局啦，就是你连续2场出赛，加起来最多就是6局。对，所以也就是说，林宇浩是4强赛他是完全休息的。要到垒还要传吗？投手卡都下来。因为这一次并不是吊球所以第一时间投手把球接住了。2出局然后追平分在2垒喽。打者这边球数是2好球没坏球了。投开一点。看棒子没有出去哈。No swing。No swing。没有。没有，没有，不要。叶雷审应该不会打脸主审对。其实好像，最后一刻。哇，很晚其实很晚才收棒。很少看到2好球之后把棒子比出来。风险比较高结果是一个再见3振，比赛结束。这场季军战呢，最后台北市东元国小是以4比2，2分之差击败了日本东练马联盟联队，是东元国小拿到了第6届徐生明国际少棒赛启成名的亚球赛第3名，T 上娘第3名。日本东练马联盟呢，则是获得了第4名。好的，那也要提醒大家今天11月20号礼拜2，在下午稍后就是在7分钟之后1点30分会进行冠军赛，是由桃园龟山对上台东丰田国小，也欢迎球迷朋友持续的锁定这边呢，这场季军战转播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谢谢球评大把潘中伟教练，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南黑起战演，我是徐展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投出。教练教爱练书记，下晡4点到9点，对林安练到月光沙发，练马球，练接球，基本通做空球，天书放进太空比赛，上网打拼是为了打着命，是为了打着命，大个野球路。眼目大拼，总得很勇悍，还有这个。关掉了一下3垒手，积极的。